嚟坦洲睇樓，你連呢啲一手樓嘅攞地時間都唔知道，又唔知道周邊配套情況啦、路面交通情況啦，甚至乎呢就係落雨會唔會水浸嘅情況都唔知嘅話呢，我勸你呢真係唔好嚟坦洲睇樓啦嚇。嗱，坦洲呢邊嘅話呢，一翻風落雨呢，有啲地方佢係會水浸嘅。咁首先呢，同大家講一下邊個地方會水浸呢？就係呢個位置，我哋喺華發商都過嚟啊。然後呢，第一個呢就係去到呢個中澳春城。咁當然中澳春城係冇水浸嘅，只係話你路過中澳春城嘅呢一段路，佢係翻風落雨嘅時候必浸啊，必定會水浸。咁中澳春城呢邊嘅話呢，佢有啲咩缺點呢？咁中澳春城呢個樓盤呢，係周邊都係呢啲自建房啊，同埋小廠房噶啦，所以呢，周邊嘅環境呢都係一般般嘅，而且呢係靠近高速公路嗰幾棟呢，基本上呢都好嘈噶啦。咁呢個樓盤呢係2014年攞地嘅，咁啊成個樓盤呢係分7期開發，一共呢係有53棟嘅高層。呢邊嘅話呢，係佢嘅車位比呢係唔到1比1嘅。咁我哋嘅5期同6期呢係錯落式嘅樓宇佈局，而且呢，佢每棟樓呢，佢嘅樓間距呢去到60米到65米嘅喎。所以呢，而家新賣嘅呢5、6期呢，住起嚟嘅話呢係非常之舒適，但係呢，就係佢係舊規產品，實用率呢係接近90%左右啦嚇。咁我哋呢邊賣緊嘅價錢呢，就係1萬蚊起到13,000蚊左右，包精裝修嘅。咁呢邊呢，有個優點係咩呢？家門口就有港澳直通巴士，唯一嘅缺點呢，就係冇嗰個珠海嘅公交車線路翻嚟珠海。咁佢有奇關巴士同埋港澳直通巴士喺呢邊咁可以翻香港啊、翻拱北啊都比較方便嘅。咁佢呢邊嘅商業呢，就只係商業街呢邊可以呢滿足到你嘅日常需求。如果你話去到附近嘅大型商業嘅 supermarket 嘅話呢，你只能夠就係話開車去優越城或者開車去華發商都咁你開車去優越城嘅話呢，大概都係開車5分鐘去得到啦。華發商都呢，開車就係8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得到。咁第二個樓盤呢，就係我哋呢一個裕豐名門。佢嘅缺點呢係咩呢？就係管理一般啦，車位呢亦都係不足嘅，即係唔到1比1嘅。咁如果你係要租車位嘅話呢，就係唔固定嗰種車位咯。家陣買樓嗰啲呢，基本上都要業主呢係捆綁式買呢個車位㗎啦。咁攞地嘅時間呢係2012年嘅。裕豐名門呢，佢嘅優點係咩呢？就係110%到120%嘅實用率。佢係主打係實用率比較高嘅一個樓盤。咁如果你話要去優越城呢，亦都係比較方便嘅。咁呢邊嘅樓宇佈局呢，係屬於一種呢錯開式嘅。咁佢嘅樓間佢起碼有70米，所以嘅話呢，採光通風呢都非常之唔錯。目前而家呢個樓盤呢賣緊嘅價錢呢，就係1萬到12000左右咁第三個呢喺邊度？第三個樓盤呢，就係我哋呢個佳景康城。呢個樓盤呢，缺點係咩呢？就係1993年攞地，所以呢，佢個攞地時間呢係非常之耐㗎啦。咁一共呢係分5期開發。咁而家賣緊嘅呢就係4期交樓時間係會耐些少㗎啦。26年到27年左右會陸陸續續交樓嘅。小區嘅流動佈局呢係屬於嗰種半圍合式嗰種行列式嘅佈局，樓間距呢都去到50到60米左右嘅。咁所以呢，呢個小區嘅採光通風呢都係唔錯嘅。咁佢個戶型實用率呢係去到95%左右，家陣賣緊嘅價位呢就係15000蚊起啦。周邊嘅外圍呢依然係有一啲自建房啦、小型嘅加工廠啦，咁城市嘅環境係一般般嘅。咁本身小區呢係自帶呢個商業街嘅。咁目前嘅話呢，呢個樓盤佢係整個坦洲嘅交樓標準最高。價錢亦都係最高嘅，但係呢，佢個攞地時間呢亦都係最耐嘅。咁所以呢，大家要清楚知道我哋嘅樓盤喺邊度，同埋樓盤質量係點，同埋樓盤嘅優缺點啦嚇。咁佳景康城呢喺呢一個位置呢，有個港澳直通巴士嘅，咁可以直接坐港澳直通巴士呢返去香港嘅。
咁如果你話我唔想喺呢邊坐港澳直通巴士咁啊，你步行咧行過嚟些少呢個位置咧，亦都係可以咧去到我哋嘅明珠站呢邊咧，坐珠海嘅公交車翻去拱北口岸，甚至乎咧你打個的咧翻到去拱北口岸咧都係20零30蚊左右啦。錦繡國際花城咧就喺我哋珠海呢個位置開車嚟到。起碼咧，你喺拱北關口過嚟，要成35分鐘先去到錦繡國際花城。呢邊咧就06年攞地㗎啦，分5期開發。咁家陣咧呢個樓盤嘅5期咧，佢嘅實用率咧係可以去到130%嘅。地段方面咧係有少少缺陷㗎啦，因為距離珠海遠啊嘛。咁目前咧5期呢邊嘅交樓時間咧，亦都係去到2027年底先交樓嘅。咁我哋錦繡國際花城呢邊咧，周邊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自建房啦，同埋小型嘅加工廠啊。城市嘅界面咧亦都係一般般嘅。優點咧就係成個錦繡國際花城係自帶300畝活水湖、4公里嘅環湖綠道啊。咁啊，所以嘅話咧呢個係佢嘅賣點啦。錦繡國際花城呢邊出嚟呢個十字路口，基本上喺呢一忽翻風落雨嘅時候你唔使出街㗎啦，因為佢係會水浸到咧，你就係可以開個艇可以過㗎啦嚇。咁所以嘅話咧，就呢個係佢嘅周邊嘅一個缺點缺陷啊。咁啊，其他嘅話咧都冇咩嘅。咁啊呢邊嘅話咧，而家係9000到11000左右實用率非常之高。咁錦繡國際花城咧，實質上咧就喺我哋嘅坦洲嘅中心位置你話去街市就可以去到出嚟呢度些少，呢度就有一個街市，跟住黃雀營富國際嘅一個商業都喺呢度。咁小區裡面都有嗰個商業街嘅。咁當然啦，你喺大陸住嘅話咧，其實無論你住邊度，你都可以咧網上購物嘅。一棵葱、一個薑或者係一棵菜，都可以網上落單送去俾你。無論係坦洲又好，珠海又好，都係有呢啲服務嘅，咁就唔使擔心但係咧就係話你平時出行嘅話，如果係翻風落雨咧，你揀咗錦繡國際花城嘅話咧，翻風落雨就唔使出街㗎啦好啦，咁坦洲啲樓盤基本上嘅優劣勢都同大家講咗。咁仲有冇其他嘅樓盤又優質又平又抵買嘅咧？咁大家咧可以將你嘅預算啦、你嘅需求啦講俾主播知。咁主播咧為你量身訂做一個咧就係你自己嘅呢一個坦洲嘅買房攻略咁推薦一啲比較靠譜嘅房俾你如果有興趣嘅話咧，記得點擊屏幕產品問我攞資料啦。